Hello，咁多位，我係招仔，歡迎收睇足招。今日就繼續分享我嘅足球投注。記得足球投注要年滿18歲同埋合法啦。今日時間有限，只可以拍一條短片啫。今日要分享嘅就係日本職業聯賽嘅比賽。日職已經進入最後直路啦，每一隊剩返4至5場比賽。頭1至3位呢係可以去踢亞冠杯嘅賽事嘅。雖然聯賽場數剩返咁少啊，但係可以爭頭3位嘅球隊呢，仍然有一定嘅數量。稍稍帶出可以安心少少嘅，淨係得6到6角嘅啫。數字上嚟講啊，其實去到第9位嘅大阪飛腳啊，都有機會係可以爭到頭2、3位嘅。咁但係佢嘅排名都講咗啊，佢哋第9位啊嘛，即係前面仲有8隊嘅球隊，前面數量眾多啊，但係位置得2個啊，大阪飛腳其實都冇乜機會噶啦。亞冠嘅資格呢，應該得頭6位嘅球隊呢，機率高啲啦。今日嘅日職賽事啊，全部都係下晝1點開波嘅。咁第一場我睇中嘅呢，就係大阪飛腳對呢個帕雷素爾。大阪飛腳其實近況就相當之好啊，咁係一度連贏嘅，最近仲打和榜首嘅6到6角添。咁但係要留意佢哋失分嘅場次呢，多數都係對住前列嘅球隊。而作客嘅帕雷素爾呢，作客嘅戰績就其實好麻麻嘅啫，已經4場冇贏過波噶啦。佢哋對住前列分子啊，一樣好容易會失分啊。不過佢哋爭榜首嘅6到6角6分啫。唔知佢哋可唔可以將呢個原因變做動力，今日踢得好啲呢？另外大阪飛腳嘅主場場次呢，都經常開大波嘅。今晚帕雷素爾作客情況都係一樣喎，唔知今日會唔會就係一場入波多嘅比賽呢？至於第2場想講嘅就係丁田澤維亞對住福宮黃蜂。丁田呢隊波近來主場贏波嘅機率呢就勁高，7場入邊淨係和咗1場橫濱 FC 啫。而福宮黃蜂呢，最近呢就有一度5連敗啦，啱啱就贏咗1場橫濱 FC。再前少少佢哋試過作客和到6到6角1比1添啊。以上就係我有關注嘅2場日職聯賽賽事啦，呢度就係我今日投注嘅2條波飛，希望下次時間充裕啲可以做詳細少少嘅功課俾大家啦。鍾意嘅朋友不妨訂閱同埋撳個鐘仔支持我，我哋下次足招再見，拜拜。